咱的国军要开405亿，向美国买108台，方认为是代表上强的战车。头一批38台传出讲这个月中就会送来台湾。陆军是表示讲，拢有按照计划在执行，战车年底会送来台湾。另外，中共敢会伫总统赖清德出访结束了后，发动对台军演？国防部是表示讲，咱拢随时有会掌握解放军的动态。代表上强战车就要到台湾，国军开405亿向美国买108台 M1A2T 战车。传出这个月中，第一批38台战车透过海运的方式就会到位，车厂受部分军品备件先到货。对此，国防部强调回应一切按照进度来执行。因确定是新一代战车年底进前就会到台湾。今年我们相关的货装的这个进度都会在今年的年底之前来这个到位。国军过30年，搁一摆换新战车，由陆军业军团增接 M1A2T， 按算明年农历春节过后展开换装训练。108台未来全部会部署伫北台湾，执行反登陆打击任务，强化首都卫戍量能。不过2个训练场到即马拢无完工，引起关注。主要是长安营区还有坑子口的这个训场，那这个训场目前都在施作它的主体的一个工程，还有一个水保的一个设施。那目前来讲，我们的进度也都是一个正常的。总统赖清德访问南太平洋3个友邦，中共一直有军事动作。国防部初3发布，查到16架强机，其中10架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、西南甲东南空域。6架强舰加上公务船3架出现伫台海外界环路，中共甚至伫赖总统回国了后，拜六对台发动军演。对敌情有各式各样的非常周延的一个判断。那么在这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征候，就是我们的指标，我们会依据这些指标来去做一个适切的判断，然后来去做适当的一个应处。我军利用联合勤监侦的手段，均能全程的跟严密的掌控，并将历次中共的相关的对我威胁的态样列入相关的预警征候。另外，国军发布携手团结武器挑战的影片，被解读是为中共军演做好准备。孙立方表示，一来是经助全民国防共识，二来是提升军中士气，国军有能力有信心保护家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